大家的选举因为转票的方式拢产生未少无效的票，嘛引起争议。有监察委员是认为讲，目前咱选举转票的认定标准上过零落，有作弊的空间哦。2022年马祖地方公职的选举，就出现真侪有做记号的票，地方法院嘛认定讲违法，监察院嘛建议中选会就要来检讨相关的规定。 选举投票是民主制度的根本，不过有马祖的民众向监察院申请，伊讲2022年连江县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出现大量的记号票，也就是无当地正确的位的选票，全部都是盖在那个号次栏上面哈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投票的话，我们会觉得这种投法很奇怪，盖在相片栏上面的哈，也有他们认为说，假如可以看得出来是哪一个，他比较偏向哪一个。 可以分得出来，他们也算有效票。不过，当地的编号迄个相片或者是名的迄个，只要下当变小是选什么人的规定，拢互认定做是有效的票。不过，监委认为讲，中选会依持从民国69年以来的标准，规定了伤零，甚至互有心人士有毁损甲造手的空间，建议爱检讨甲调整。马祖当时说，你家这个15票呢，都要盖在某候选人的左耳朵上，不然你就会完蛋。牵扯的不只是贿选，还有暴力威胁。一个进步的公民社会，还能够容忍中选会这样宽松的有效票认定吗？不良意图的人有这么容易上下其手？所以我们本院建议就是说，我们在限制选票的时候，可以在圈选栏边线加粗，或者用明显的颜色加注警语。 圈选于圈选栏外，应为无效票。针对这点，中选会回应讲，选务拢依法办理。针对各界无同款的声音，选务机关会综合无同的意见，就法令的规定甲可行性等等来检讨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